为了迎接台港建政200周，来自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粉彩生活画图班的30位学生，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，开4天时间来实地走访台港的每一个所在，融合家己的经验，以粉彩笔为台港留下44把美丽的画作。就是这几年，就大概有4年的时间，就是不管文化的社会的消长。然后可能建筑啊什么一些事物都不见了，可是呢，我们的绘画把整个景观美丽的台江景观都保留下来，让大家看到台江之美。不管以后或许是这些景点都不见了，可是呢，这些会传承下来，就是历史的一个记录。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在福尔摩沙游艇酒店的支持之下，共同推动公民美学，串联在地文化、人文生活、自然环境甲观光，形成跨领域的文化观光新生活。希望更较侪国人以及国际朋友来到酒店看见台港之美。阮希望讲呢，台港呢以后呢，还是以伊的文化呢，来见成见证啊。所以文化呢，是一个真重要。伊呢，结合着讲咱的生活，也是讲结合着讲以后呢，咱的空间的发展，也是讲伫遮呢，更较重要就是呢，咱用咱的手，用咱的脚，用咱的歌声来在地认同，这是真重要。所以呢，200年呢，台港200年以前呢，土地所在呢，大家拢感觉讲无什么文化啦，但是呢，咱即个无同款，咱土地所在，咱有咱的感情，咱有咱的生活，咱就通写出咱的歌声、歌词，咱也通来表达呢，咱对这个所在地理、风景、水准等等呢，咱的感受。这作这张画的时阵就对啦，拢互我的时阵真有。这个感触，因为足侪是拢我行过的所在啊，甚至的时阵，互咱安南区，甚至互咱台南市，甚至互咱对外地来，知影讲了咱台南。这场展览为今日开始展到明年的1月8日，为着鼓励大家来看展，酒店推出看展抽大房间的活动，希望大家有闲时阵会当前往观赏台港的景色甲文化之美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